今年以来，我省在文化交流方面紧扣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，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，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、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、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活动，深化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，用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贸易等方式扩大陕西文化影响力。在刚刚闭幕的第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，来自中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印度等57个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676部优秀电影相继亮相，在古城西安打造了一场丝路电影文化盛宴。我省老牌文化企业西影集团参评的电影《血狼犬》不仅成功获得本届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，而且在电影节上，集团还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股份公司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。这次丝绸之路电影节在我看来是具有发展性、前瞻性的一个电影节，能够带动两国之间电影业的合作与发展。我们这次跟西部电影集团有了一个交流，讨论了一下合拍电影的计划。我们正在准备拍摄一个历史题材的纪录片《马可波罗》，准备和西影集团进行合作。借助“一带一路”的战略契机，我们也将把更多的一些影片输出到中亚乃至欧洲各国，同时我们也将把欧洲的一些先进的拍摄技术、一些先进的理念运用到我们的拍摄当中。我省是古丝绸之路的发祥地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具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。近年来，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不断加强，其中文化交流就是重要内容。2014年，我省联合有关国家和地区，成功将丝绸之路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古老的历史遗存让今天的陕西再次与丝路沿线国家密切相连。近年来，我省还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、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、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等活动，积极搭建国际化平台，促进文化交流，增进民心相通。